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路加福音第15天的共读，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9章43到最后的62节。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整章在讲到是耶稣第3年的传道，是4卷福音书当中篇幅占的最少，所以路加只有抓住耶稣在第3年的重点，特别就是他使5000人吃饱，差遣12使徒使5000人吃饱。然后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还有耶稣登山变貌，还有治好被鬼附的孩子，那还有第二次预言他的死哦。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9章的后半段的部分，我们从43节开始来读。众人对上帝伟大的关联，感觉真着惊。这个话，恁着注意听。恁主特别予人出卖交伫人的手头。不过门徒无明白这句话，因为意思有对因看起来，互因未了解，因嘛唔敢问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耶稣第二次在预言自己的死就是要受难。但是呢，门徒不敢再进一步来问，因为第一次彼得问的耶稣第一次讲的时候，彼得就被耶稣斥责是魔鬼退他后边去。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在预言的时候，都没有人敢进一步再回应。那就是要放在心中默想，好像是玛利亚把天使的话默想在心中。好，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继续看46节。门徒互相争论，什么人上大？耶稣在因心内的争论什么，就牵一个囡仔来徛伫伊身边，然后甲因讲：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囡仔，不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恁众人中间上细的，就是上大。门徒互相的争论，为什么会争论谁最伟大呢？这在马太福音18章、马可福音的第9章都有相关的记载。而这个记载呢，其实可能跟他们前一次的属灵经验有关哦。特别我们看到在第9章的28节，耶稣带着3个门徒登山，那这3个门徒可以跟耶稣这么样的亲密，甚至还看到了摩西，还看到了以利亚所以他们一下来一定就是一个比较。那而且呢，就算这3个都看到，他们3个当中也会起哄。谁跟耶稣比较久，谁跟耶稣比较亲近，谁跟耶稣比较好。所以呢，虽然没有讲哪些门徒在争论但是跟前面他们的这个属灵经验是有相关联的。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写作顺序，马太福音的写作顺序也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连贯下来。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诗篇133篇诗篇的133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那133篇我来读一下。看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福啊。好，那这个讲到黑门山、锡安山，那就是讲到耶稣在登山变貌的时候，他是在黑门山上，在登山变貌当中又要流入到锡安，所以从黑门到锡安，就是从迦南地的北边到迦南地的蛋黄区耶稣要他们是弟兄和睦同住，所以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虽然路加没有直接的带出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几个查经的背景资料当中弟兄要怎么样和睦同住，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耶稣用他的方式说，用接待小孩子这小孩子呢，就是最不会有利益冲突。这小孩子呢，也最不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些人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愿意来接待他。但是你愿意去接待，不能够回报你，不能够报答你，不能够给你有什么好处的，你都愿意为了我的名，就是为了耶稣而去坐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耶稣要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标准。你们当中谁是最微不足道的，谁就是最伟大的。好，所以最小的就是最大的。
就是愿意坐在最小的身上。所以门徒在那边争论呢，其实让耶稣应该是失望或是生气，但是耶稣也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他们可能没有浮到台面上，但是耶稣就直接点破，让他们不用再去争了。你们要争呢，就争做一个最卑微的、最微小的，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49节，约翰讲：老师，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甲伊阻挡，因为伊无甲阮对立。耶稣甲伊讲：唔通甲伊阻挡，因为无反对恁的，就是为恁了。好，那这个约翰呢？好，他又开始出了一个主意雅各、约翰这个兄弟，约翰又叫做雷子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好，那这个约翰，我们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所以只有一个人，不是一个团队。那个人呢，也在赶鬼，也奉耶稣的名赶鬼。那约翰呢，还没有先问耶稣，就先阻止他，所以我们就阻止他。约翰也找人一起去禁止他。为什么禁止他呢？因为他不和我们同伙跟从你，他没有像我们一样来跟从耶稣，他自己要走他的路。可是耶稣的原则又让约翰、让这些门徒又跌破眼镜。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只要不反对你们的，就是赞同你们。所以这个人也在赶鬼，也是在主的灵在他身上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而他没有来反对，没有像法利赛人给你们打小报告，没有像经学士在后面扯后腿，没有像一些没有像一些人等着看好戏然后呢在背后呢指指点点批评你们，没有。所以呢，他们就是赞同你们，所以就是呢，这些跟我们不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人，可是他也是在做福音的工作，也是在敬拜神，也是在传扬神的道，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没有去支持他，至少也不要去阻止他，好，应该要彼此的祝福，好，因为我们是在互相帮助所以耶稣扩展他们的心胸，要扩展他们的心胸，要回转向小孩子，那而不要自己本位主义，你们都要来跟我一样，那过去的天主教有这个本位主义，所有的教会都要跟他一样，所以让自己不断的膨胀起来。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本位主义，都要大家来教会里面跟我们做一样事情，而我们自己教会不出去外面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了。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51节，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特别到，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伊差派使者带先去，入去撒玛利亚人的枕头，为着耶稣准备。迄所在的人无欢迎耶稣，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就讲：主啊，阮对天顶叫火落来，甲伊毁灭好无？耶稣活过来，甲因责备，因就去别个枕头。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只有在路加有看到，其他马太、马可、约翰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呢，有一点悬就是耶稣被接升天了。那被接升天就是耶稣要受死，所以这已经进入最后的半年的时间，快到了。而且耶稣呢，已经从北部的服侍，现在来到中部，要一直往南部，往耶路撒冷去。那耶稣派人使者就是派门徒使者代表在他前面，可能要先做好预备因为他们可能是一群人要进耶路撒冷，来到了是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但是那撒玛利亚人不欢迎耶稣，为什么呢？不是不欢迎耶稣这个人，而是他们听到耶稣来是要去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世仇，或是说他们互相的不欣赏，互相的不祝福。我们到后面路加福音会看到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个是特例那所以因为耶稣只是要去撒玛利亚，他们就拒绝不欢迎耶稣来。这时候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这对兄弟看到这情形，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呼唤天上的火来烧灭他们吗？所以这里又有几个让我们可以停下来思考。第一个就是雅各、约翰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们跟上帝要火，上帝就从天降火可以烧吗？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这两个的权力也太大。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两个人不就在搞笑？他们是在丢谁的脸呢？但是这也不是路加要探讨的问题。
耶稣只有责备这两个人好的愚蠢的作为，因为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还记得这是路加福音的关键字。好，那耶稣不是要来审判人，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但这句话目前路加福音还没有把它提出来，我们要读到19章的时候，这句话才会在撒该的时候才会看见哦。但是呢，路加在这边已经先做一个伏笔，所以他们就没有停在这个撒玛利亚，那他们就继续又往前。那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57节，因伫路中的时，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缀你。耶稣甲伊讲：河里有空，空中的鸟有收，不过人子连过头壳的所在就无。耶稣阁对另外一个人讲：来缀我。迄个人应讲：主啊，听候阮是大人100岁年老，我就来缀你。耶稣应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不过你就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阁有一个人讲：主啊，我要缀你，不过互我带身转去厝内，甲家内的人相时。耶稣对伊讲：手放伫螺尾，要直直回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好，那这一段呢有3个例子，3个例子都是要来跟从耶稣啊，好，要跟从耶稣的人。第一个人呢，他讲得很直白，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问题耶稣就看出他心里的问题。为什么耶稣看出他心里的问题？我们从前面的路加福音的写作就知道，耶稣都能够看到人的内心，所以耶稣看出他心里的问题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地方都没有。好，所以耶稣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人说，你不要想说跟着耶稣就是吃香喝辣，好，吃好睡好。耶稣是连睡觉的枕头都没有，你要不要来跟从呢？那我们不晓得答案，但是耶稣看到第一个人想要跟从耶稣的人，就是怕辛苦，没有办法离开舒适圈。好，如果耶稣这一句话他还愿意跟的话，表示他愿意离开舒适圈。第二种跟从的呢，是耶稣直接叫他对另外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所以耶稣也是指明，他也是叫很多人来跟从他。可是那个人的状况是什么呢？那个人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了。好，那这句话我们会以为说那个人的父亲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不过意思不是只有死了，好，意思是说他要回去服侍他的父亲，到他父亲真的安养晚年，埋葬之后，他就可以来跟从。好，所以现代台语是说听好万喜多罢悔你劳，就是他能够安享活到他的人生的最后一天，我就可以来跟从你了，因为我现在要扮演一个孝子，我必须要奉养我的父母要完成我的孝顺父母的工作。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实践要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寿，得以享福哦。可是耶稣怎么说呢？在天国的原则当中，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现在所做的只是为了死后，在死亡那一天在做准备，那你现在呢就跟死人在做的是为死在做准备，却没有为什么为永生在做准备。所以耶稣给这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你只想到要去帮助家人如何来做死之后的后事，把它办理好，可是却没有想到说，比死之后还有更重要，就是永生是天上生命的事情，那你就失去了跟从耶稣的意义。所以耶稣说，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是什么呢？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好，然后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是神的主权，神的国，好，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要把儿子的生命也赐给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帮助他突破。好，最后一个状况，又有一个人，主啊，我要跟从你。现在不是耶稣叫他，是他跟第一个人的状况一样，我都要跟从你。但是现在有条件，请让我回去先向家人来告别。
那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很正常啊。好，你要走了，好歹跟家人说一声吧。好，你要去做什么，也是要告知父母家人啊，家人才知道你的下落在哪里。好，不过我们不能够从字面上来看待。好，那这个告别的意思呢？好，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去把家里的事情好都处理好，处理家里的事情。好，那处理好之后，他才会来跟从耶稣。就是说家里面好，可能还需要他好来做处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说，我们应该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先把家里都照顾好，才能够跟随耶稣。这是一个迷思，好，这是一个迷思，好，就是说这听起来逻辑很正确，也理由也很正当。可是耶稣不是骂他，耶稣给他一句话：手扶着根篱而不断向后看的人，对上帝国是没有用处的。不配进神国，就是在上帝国没有用处了。就是你已经一脚要踏在跟随耶稣的船上，但是另外一只脚呢，还在自己的家中在留念啊。要想要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才能够去处理神国的事情。好，那这样就是脚踏两条船。好，而耶稣期待的跟从他的人是怎样？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好，就是要跟从上帝的国。好，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呢，耶稣已经在前面对他的门徒说，说什么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就是耶稣家里的人啊。这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的地方，好，8章19、20、21节。所以耶稣的期待，耶稣的标准是神的话，听见了又去遵行，那就是神家里的人。那神家里的人，好，神会照料。那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的家人怎么办？也是神会照料，所以不用担心。好，那但是呢，谁能够领受，好，谁就领受吧。好，因为这3个标准呢，对很多人来讲是跨不过去的门槛。好，他要等到父母亲过世之后，他才要受洗，才要信耶稣。他要等到家里面的小孩都长大，读大学之后，他才要去读神学院。他要等到自己的父母亲，好，他要等到这个跟随耶稣，但是他想要有一个舒适的生活，好，至少要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这样子的3种条件呢，都是没有办法一直跟在耶稣这条路上，没有办法跟到耶稣到最后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对照来看，这12门徒的确是更不容易，他们已经超越了很多人的这个决心和决志，好，能够紧紧跟随耶稣。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耶稣也要我们在服侍的路上，要与弟兄和睦同居，能够彰显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同时接纳那最小的，愿意在众人当中做那最小的，他就是神眼中最大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路上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也不要本位主义，要别人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而是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一同的前进。主啊，再次也用跟从耶稣应该有的准备，提醒我们，不论得时或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把握今生来赚得永生，把握我们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刻，让我们愿意做好准备，放下所担心害怕的，能够来跟从耶稣，来经历神你的供应，还有神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平安。